再来看台北市长三个参选人拢针对居住正义提出政见，但市长是讲4档内底要起57000户的社会主体，租金降1成。蒋万安讲租金阁拍8折咯，也毋过黄珊珊是批评讲社会主体着爱考虑到永续经营，讲要增加补助甲减少租金，用讲的上简单。 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29第1个公开行程，就来到居住正义分享会，民间企业以包租代管的方式提供时代友善的居住环境。黄珊珊表示认同。在民间比我们走得快的时候，我们帮忙推一把。像这个案子，就是他们先行之后，中央政府才开放旅馆改社宅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28日说明家己的居住政策，提出社会主体4年5.7万户，降租金10%，有补助政策。国民党籍周万安也讲，社会主体要互适第2体的家庭优先，而且拍8折。黄珊珊批评发钱甲降租金是上简单的，政策需要全面思考。社宅是不是你今天点出来，它明年就会长出来？我们不希望说只是单纯给钱降租，让它将来破产。 重点是你要让一个社宅能有序经营，它的租金要合理。然后如果有需要的人，他是用租金补贴另外的社会补贴的方式。不过，陈市长强调，家己的政策是有参考专家学者意见的结果。接下来我们应该对这个议题能够更深入的了解，跟更多的人来讨论，那能够做一个滚动式的修正。柯市府也做了很久，那确实是有一些难度。 好，这些难度在哪里？怎么样去克服？也不是用讲的就会解决。周万安嘛考试黄珊珊做不到的政策，唔通搁再提出来。很多民众反映，他们也不希望看到很多过去没有办法落实的一些政策，科规王随。当时台北市政府他们也出来说早就在做，但是他们是今年3月才开始，而且执行率是0。 台北市房地产价销悬，人口流失、出生率低，拢是大问题。安怎提供友善居住环境，让市民安心住高楼，嘛成做各参选人共同重点。记者郭文玲、凯谢桂林台北报道。